来到了北温的卡布雷诺鲑鱼养殖场。这里呢是加拿大跟日本合作的鲑鱼养殖场。那里面很详细的介绍鲑鱼的生态。等一下我们慢慢的看。昆亚反应哦，好像应该是对鲑鱼的环境也不错。这 Capilano River 好像感觉起来应该要水质很 clear， 对不对？现在来看看这边，这是鲑鱼在取卵的时候，然后慢慢的孵化，孵化以后这里是小鱼苗，然后你看慢慢的就长大了，就是边胎嘞。这里是各种鲑鱼从出生产地以后，怎么样绕到北极那边去，再绕回来。能够在这边存活也不简单哎，我想 The river here is very clear。聽到噶啦，一邊有前嘅河水。回來的時候要到原產地，要經過千辛萬苦，對，甚至於還可能被熊吃了。你是在那邊嗎？那邊可以看到嗎？對，可以看到魚梯。好啊，那我們來去看看。有聽到水的聲音哈？有啊。那是下去河裡面的水。魚梯啊。魚梯就是下面最下面這一節的，比如跳到上面來，上面這樣就往上跳，一直往上跳，就像鮭魚。從海裡面回到陸地以後，它踢到瀑布啊，好像没有往下逆流而上，逆流而上，对。哎，你看，有人说他真的爬上鱼梯耶。现在我们来这里要看鱼苗，鱼苗是一条从上面水坝流下来的水。The river here is very clear。对吧？一邊有強嘅河水，因為它是流動的嘛。對呀。跟老師我肚子餓了。我們準備去吃生蠔或者鮭魚都好。哈！哇，要不有強的河水，才有肥美的鮭魚。鮭魚大餐。The river here is very clear， 所以呢，我們才有好吃的鮭魚耶，我覺得。錯啊，記得要向魚嘅環境哦，都有清清嘅河水哦。代表呢，這邊呢環境真的非常的 clear， 才可以。野生的。對。有清清嘅河水哦，那養出來的鮭魚啊，或者野生的才會非常肥美。好香哦。你繼續跟老師聊天好不好？我覺得你跟老師多相處一點，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好吃哎。要不有清清嘅河水，才有肥美的鮭魚。The river here is very clear， 真的要謝謝當地的人做好環境保護。